麥兜喺公司準備咗成個月，負責一個大客戶嘅簡報。佢日日加班加到10點，PowerPoint 嗰度七彩，連啲字體都要一隻隻咁對齊。阿媽見到佢咁搏命，仲煲咗湯俾佢補一補。到咗簡報嗰日，佢精神好緊張，手心出晒汗，但係心入邊又暗暗鼓勵自己，就係今日一定要搏到盡。結果輪到佢出場啦，投影機突然之間黑晒畫面，USB 死火又讀唔到，連電腦都卡死埋。全場啲人都望住佢，佢只係張開把口得個窿，完全講唔出重點，最後只好用口頭隨便解答。當然客戶聽完一頭霧水啦，交易都和埋。佢落台嘅時候，心入邊仲嘆咗口氣，真係埋門先撻 Q。之後佢返咗屋企，無意中見到麥媽喺 Facebook 出咗個 story， 一張球場嘅相 ，caption 係埋門一腳唔中，唔代表你唔識踢，只係下次要準啲。麥兜望住個電話，心入邊酸酸地。雖然知道麥媽唔會再理佢，但係呢句說話好似俾咗佢一個好少嘅安慰。就算今次撻 Q，下次有得再射過。